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由原旨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欢喜，咱要搁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咱三甲起立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55首，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请坐。这时，咱要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这时，阮会当甲同亲的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拢是你的恩典。阮会当来成做你的囝儿女，更加是因为是你的竞选，绝对毋是阮有外敖。也是我有做偌侪好的代志，也是阮我有才情，一切拢是你的恩典。对安尼，阮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用永远之爱来吸引阮。阮本来拢是罪人，感谢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阮的主耶稣基督，为着阮众人来赎罪，因为伊受鞭拍，阮来得到医治。伊受钉伫十字架顶，阮才会当来得到救赎。毋过，阮实在是真见笑，阮徛起伫即个混乱的世界，甲喙唇无清气的所在，阮常常将你教示阮应该去做的，却无去做；反倒当阮不应该去做，阮偏偏硬心来去行。阮的喙所讲出来，毋是祝福的话，反倒当是话盘话，直到阮的喙齿就亲像一支来剑共款，伫有意甲无意中去伤害到人。求阿爸爸上帝，搁再一摆来赦免阮，帮助阮，有了反悔也爱改，安尼才是真心的悔改。求你毋通对阮来收回你的圣神。对安尼，阮就会坠落伫罪恶的陷阱的中间。求你的圣神时时会甲阮三甲之间，更加毋通用你的面来无看阮，来放杀阮。求你搁再一摆来帮助阮，会当过着得胜的生活，无搁再做罪恶的奴仆。爸上帝，阮知，阮日常的生活中，难免会拄着顺境、逆境。悲欢离合，
辛苦病痛，也是忧伤失志，心内困苦。无论这个是阮的过失来造成的，也是出自撒旦的作为，求你甲阮三甲离地，陪阮会当勇敢来面对，赢过对敌，赢过一切。因为你是国外的救主，你是阮的阿爸爸上帝，你就是阮永永远远的倚靠。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双年教会有相关的事业体伫咧经营，为着要互这个事业体会得通成做福音重要的出口，往往袂得通甲利润放伫上头前。直到阮有做动工，因着爱搁较辛苦来努力打拼。求主会当感动因带搁较多的志工来参加伫这个福音服侍的工作，来祝福这个事业体，会当带搁较多人来明白你，来得到福音的好处，互得救的人也渐渐来加添。求你纪念这个动工因辛苦着磨，祝福因的全家大大小小拢会当平安顺遂。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听从阮这个土地所徛起的百姓，搁再无几工，伫这个所在就要有选举的活动，求你来将这个选举的活动拢会当平安顺利来进行，也搁求你竞选这个真心为了国家、社会、百姓来认真打拼的人，特别是爱选到合你的心意的人，这个人会得通来被选调。互好的人会得通来做好的代志，对安尼，阮2300万人就会当得到你的祝福。同时，也有侪公道的议题要来选择。虽望是伫咧一片的混乱的中间，也有侪人袂得通清楚，袂明白影响有偌大。但是即时，阮要来向你恳求，如果若无下伫你的旨意，求你都爱出手来管教，毋通互遐歹的代志继续来吞踏、糟蹋即块土地甲百姓。伊至到阮也甲因共款沉沦，日子若到，阮知阮嘛会共款来灭无。求主你来怜悯阮，伫即个岛上做遮个正百姓。主，阮向你祈求，求你暗耳空听阮有声甲无声的祈祷。若是合你的旨意的，你就允许互阮甲阮成全。阮嘛知，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只是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斗阵来祈祷。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荣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行在所阮，但是阮的服务，亲像阮下面服务阮的人，无你互阮的日时，就叫歹，欢迎延分拢归主，代代无尽。阿门。接续，咱要来启应上帝话，伫圣诗的后面第30面到32面，启应文22篇，20篇，启应文20篇，伫圣诗的后面30面到32面。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因为耶和华最大，
应该受极大的懊恼，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百姓中的特族啊，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伫列邦中着讲，世界坚固无摇动，愿天欢喜地快乐，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因为伊来啦，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咱搁再起入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在手，圣诗在手，上帝至权，我爱称赞。咱三甲起入来吟。请咱兄弟悠然徛伫，咱们即时要来共读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第5页，咱来共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丘比拉多院内受苦，定时第4埋葬，无因母。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的彼拉多
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邀请圣歌队带咱来敬拜，因要学了诗歌的歌名是来三甲坐倒，伫主面前。感谢圣歌队用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这时我要来强读圣经，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17章的31节到54节。撒母耳上卷17章31节到54节，伫现代的中文译本第333面，台语的汉语版是310面。现代中文译本338面，台语汉语版310面。有人听见大卫的问的话，就去甲扫罗讲，扫罗就叫大卫来。大卫对扫罗讲：“陛下，你无需要惊迄个非利士人，我来去甲伊交战。”扫罗就讲：“唔通，袂用的，你怎样会当甲伊交战呢？你不过是一个囡仔，而且伊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大卫就讲：“陛下，我照顾我老爸羊，有时阵狮甲熊来，甲羊仔掠去，
我就绝对赶伊攻击伊，将羊仔来救倒转来。如果狮甲熊来攻击我，我就填掉伊的喉，将伊拍死。我捌杀死狮甲熊，同一样嘛会当杀死迄个藐视永活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上主捌救我脱离狮甲熊的了，伊也会救我脱离迄个非利士人。扫罗就讲：好吧，你去吧。上主甲你三甲之地，伊甲家己的盔甲，互大卫来穿，就是有一个头盔甲一领剑甲。伊甲头盔戴伫大卫的头壳顶，大卫甲扫罗的刀下伫盔甲的边仔，想要来行，却行袂振动，因为伊实在无习惯穿这个。伊对扫罗讲：我袂晓穿这个物件去相战，我穿袂习惯。伊就甲盔甲拢脱掉。大卫摕了伊的拐，佮对溪边捡了5粒金骨的石头，放伫个落地仔内，带着伊迄招迄个扫出去迎战歌利亚。迄个非利士人开始向大卫行过来，替伊摕盾牌的人行伫伊的头前，伊哪行哪近。当伊看清楚大卫的时阵，就藐视伊，因为大卫只不过是一个英俊斯文的少年囡仔。伊问大卫讲：迄只怪是要做啥物呢？你想我敢是一只狗吗？对安尼，伊就指着伊家己的性命来咒诅大卫，来向大卫挑战讲：来吧，我要甲你的尸体下落飞鸟甲野兽来食。大卫就回答：你来拍我是用刀枪，但是我拍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伊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仔日上主要甲你交伫我的手内，我要拍败你，斩落来你的头，我要甲非利士的军兵的尸体拢下落飞鸟甲野兽来食。对安尼，普天的百姓都知影以色列有一位上帝。伫遮每一个人拢知影上主无需要用刀还是枪来拯救伊的百姓。伊交战的确赢，伊要甲恁交伫我的手中。歌利亚就开始行近大卫，大卫赶紧来往非利士人的阵前来走去。伊伸手对落地仔中提出一粒石头，用迄招的扫往歌利亚来射去。石头射到歌利亚的头壳遐，前遐拍破了伊的头壳。歌利亚面就往涂骹倒落去。就安尼，大卫无动到刀，只用一个迄招的扫甲一块石头，就甲歌利亚拍败了。大卫走向前，踏伫歌利亚的身躯顶头，对歌利亚的刀鞘来，甲刀拔出来，将伊杀死，斩落伊的头。非利士人看见因的英雄死了，就拢逃走。以色列人甲犹大的军队伫后面来追击，喊话来追杀因，一直追到加特甲以革伦的城门。伫沙拉因的归路上，一直到加特甲以革伦，非利士的人死伤遍野。以色列人追杀非利士人，转来了后，抢夺了非利士人的营地。大卫带着歌利亚的头壳到耶路撒冷，将歌利亚的武器留伫家己的布边。以上的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并互咱得到最多的帮助。今仔日咱真欢喜，咱的主任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勇敢面对挑战，勇敢面对挑战。咱请蔡牧师。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开始另外一个牧心系列的主题，叫做勇敢。咱连续4个礼拜，咱要透过以色列人上界尊敬的王，代表来学习勇敢的功课。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伫你的面前静静来听候你的话语，恳求你的话语真正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也就是阮将阮的心拍开，你的话亲像种子，种伫阮的心田中间。阮确信，伫圣神的帮助下面，这个种子会发芽不已，也会成长，成做大树，结实累累来荣光你。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用静静来听你的话，来得到你的祝福。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在这个代表是旧约历史上一个真重要的领袖。咱看见到代表因为顺服上帝，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伊成做以色列人上界尊敬、上界伟大的君王。咱要对伊的生命中间的几个阶段来看伊生命中间安怎有勇气来面对生命中间无共款的挑战。这系列咱会进行4个主题，会分4个礼拜，甲大家做伙分享。第一个礼拜咱要分享的就是勇敢面对挑战。第二讲，咱会分享勇敢接受试炼。第三项，咱会分享勇敢突破困境。第4项，咱会来学习勇敢承认失败。所以咱拢会对代表的生命中间的无共款的阶段来学习。所以如果大家转去，会当优先来读撒母耳记上卷甲下卷，关系代表的技术，咱要进行这4个主题来学习勇敢的功课。咱今日所要分享的就是勇敢面对挑战。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一生的中间，常常会面对真侪无共款的挑战。伫面对这个挑战的时阵，咱的观念、咱的思想，就是讲咱的心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会影响咱的人生，会影响咱的命运。有一寡挑战，伊真恐怖、真大，亲像咱今日伫经文中间所读的这个歌利亚同款，遐尼可怕，互咱感觉讲拄着即款的困难，假像无希望。有一寡人咧面对这个困难的时阵，伊先会选择投降；有一寡人就冻掉的，唔敢向前。如果咱若做这2款选择，咱的生命永远袂当成长。咱也无法度透过面对困境来经历上帝更较大的稳定。所以，只有面对挑战，咱才会当超越自我。有一句话安尼讲：当你面对日头的时阵，阴影就伫你后面。当你若挖过来，唔愿意去面对这个日头的时阵，阴影就伫你的头前。所以，咱人将日头看作一种挑战，伊会去擦咱的目睭。但是，当咱勇敢去面对伊的时阵，所有的阴影拢会伫咱的后壁面。所以，咱今日要来学习这段，透过这段经文来学习勇敢面对挑战这个课题。今仔经文的故事，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拢真熟。这是朱利奥的确会教到的课程，嘛常常出现伫真侪电影还是电视顶面。伊咧描述大卫安怎去对抗歌利亚的故事。我咧读这段故事的时阵我有一个问题，毋知大家敢有发觉？就是咱看见着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阵，伊去溪边捡几粒石头，捡5粒对无但是伊只用1粒就解决歌利亚，剩的放伫伊的这个地下内底，所以我咧想这我特别想一个意思所以今仔牧师有若要甲大家分享5个观念，当咱面对挑战的时阵，这5个观念会当帮助咱。
但是有时阵，咱只要用一个观念，就当突破这个困境。所以今日牧师会甲大家分享5项，咱亲像5粒石头同款，咱来放伫咱的心肝，准备好好势。当咱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阵，咱会当超越这款的挑战。第一粒石头第一个信念咱来知影，就是咱来理解上帝的原则，是甲咱人的原则无共款。咱人往往是看外表，但是上帝是看咱的心。一般人来讲，咱在面对征战的时阵，咱心肝会惊吓。上界大原因是咱过度放大咱的对敌，咱轻看家己啊，咱对家己无自信。通常咱拢是注目伫咱的外在条件，咱会对家己讲我无迄个能力去面对这款的困境，我对家己无自信，我无可能的。但是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上帝改成甲咱的原则无同款，特别上帝咧敬人，真正甲咱人咧敬人无共款。大卫之所以会互上帝使用，是在伫伊的心，毋是伊的外貌啊。甚至咱会当安尼讲，圣经中间被上帝使用的人，大多数毋是因为伊的才能，是在伫伊的心，伊的意志，伊的思想，特别是伊愿意信靠上帝的心。咱看见着耶稣基督咧敬门徒的时阵，伊所敬的门徒拢是平凡的人。拢毋是社会真悬的阶层、上流社会的人，毋是安尼。伊经掠鱼的，经咧做从事一般人的工作的人，来成做伊的门徒。上帝就是使用这款平凡的人来改变世界。所以咱来理解，特别咱对大卫为什么受敬？咱来伫对圣经中间，咱知上帝。头起有选一个王，叫做扫罗王。扫罗王后来，无顺服上帝，所以上帝叫撒母耳爱去高抹另外一个人来代替取代扫罗王。所以撒母耳接受这个上帝命令的时阵，伊知影爱到大卫的家，就是伊的老爸亚西的厝，去找伊中间的一个囝。来高抹伊成做王，但是撒母耳伊得到这个指示，上帝要来讲，倒一个是伊要高抹的人，所以伊就去到这个亚西的厝，讲我要献祭，请你所有的囡仔拢回来，大家做伙来献祭。结果亚西的这个囝一个爱对撒母耳的头前行过，互撒母耳去看，倒一个是上帝要竞选的这个王。伊来高抹伊，结果登记第一号叫做以利亚，出来的时阵，撒母耳看到伊哇，伊相貌堂堂啦，身材大汉，是一表人才，所以撒母耳心肝想讲可能是这个伊讲耶和华的受抹者的确伫我眼前，伊感觉讲可能是这个，伫人的眼光看来，这个人是一个合伫君王的标准的一个好人才。但是这个时阵，上帝伫伊边仔来讲，你毋通看伊的外貌，甲伊的身材悬大，我无要竞选伊，因为耶和华无亲像人咧看人，人咧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上帝咧选人，毋是看人的外表，是看这个人的内心。后来亚西囝一个，七个囝，一个经过。撒母耳的头前，撒母耳对伊讲：上帝无要竞选因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伊就问亚西讲：你敢有其他的囝？亚西对伊讲：抑有一个细汉的，伊伫外面咧雇羊。咱来注意圣经中间讲，这老爸对伊讲：抑有一个细汉的意思，讲这囡仔都无重要，伊毋是啥物款的角色，一款大场面，伊可能毋免出色，所以伊嘛无叫伊转来。但是伫撒母耳的坚持下面，伊要求亚西去派人去叫大卫转来。上帝对撒母耳讲，就是这个因老爸看做细汉的，就是上帝要高抹、要竞选的君王。所以这段经文中间，咱得到一个真重要的信息，
像即款人看做无重要、微细，甚至大场面无应该出色的人，伊却被上帝拣选。上帝有时真奇妙，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上帝拣选世上愚妄的，和有智慧的见笑；拣选世上软弱的，和迄个强壮的见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毋知你家己是安怎看家己？检知咱有一寡人对家己毋是真满意，感觉家己的外在条件毋是互家己感觉真自信。但是，请你爱记住，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毋是看人的外表。你要有勇气面对挑战，是爱看咱的心。咱的心会影响面对挑战的结果。所以，咱来明白，咱毋是靠家己的外貌，靠家己的才能来征战好的征战，咱是靠上帝的开力。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咱来理解。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伊是看人的外表。咱爱有勇气面对挑战，上重要是咱的心爱坚固起来。这是第一项原则。第二项，咱看起着大卫，伊之所以面对遮尔大的对敌，伊袂惊吓，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是，伊根据过去的经验，所以伊心内相信讲，伫上帝无恶得正的事啊。咱来理解就是讲，撒母耳记17章顶面描述歌利亚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咱若看，咱拄则无读的圣经较头前对第4节开始，到第6节咧描述这歌利亚。歌利亚是身悬有3公尺悬，是比普通人加真大汉。伊穿的迄个战甲有57公斤。可能比咱这真侪人拢较重伊所摕迄个武器，迄个枪迄个枪的头都有7公斤遐尔重。大卫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伊是一个真年轻、真幼稚、真瘦、真细。伊从来毋捌烧战过，伊的工作是咧雇养。所以对人咧的角度来看要派去甲歌利亚征战，一定要派一个勇士嘛。大卫绝对无符合这个条件。而且咱看起着歌利亚伊的态度是非常骄傲啊！伊根本都无将以色列人的上帝放在眼内。所以咱若看16节，伊连续40天，每一天拢2遍出来挑战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惊吓。当大卫第一遍面对伊，伊想到伊过去的经验，伊回想伊过去的经验。伊讲伊过去咧雇羊的时阵，有狮啊，有熊来掠伊的羊啊。上帝拢互伊气力，会当打败这野兽。所以伊相信伊讲耶和华救我脱离狮甲熊的了，的确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伊对上帝有信心。伊对过去的经验中间去体会到，伊毋惊现在的困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歌利亚的时，咱生命中间有亲像歌利亚遐尼恐怖的对敌的时，咱来先想看觅，上帝早前是安怎帮助咱的？上帝是安怎伫咱的生命中间赐了稳定？咱看见着先知耶利米安尼讲，主耶和华，你捌用大能伸出的手骨，创造天地。耶利米书的作者伊讲，伊看到上帝所创造遮尔美妙的天地万物，伊就感受到上帝的气力，所以伊相信伫上帝无恶得正的事。这就是咱爱将咱的生命中间的经历带记伫咱的心中。所以牧师爱大家学习，成做一个数算稳定的人。你若袂记得数算你的稳定，算小你的稳定，你就活踮伫怀疑的内底。如果你若常常纪念上帝予你的稳定，你就会充满信心。所以牧师有2项建议，你会当来记起来。第一个建议就是，
咱来写属灵的日记，写属灵的日记。你要将你的祈祷的日记、属灵的日记、你灵修的日记来记录起来。咱中间若有人有写日记的习惯的人，咱来将咱的祈祷、将咱的属灵经验记伫这顶面。若无，咱就对今仔日开始写。你祈祷的时候，你就来记起来。然后当上帝应允的时候，你就将这文典来记录起来。咱常常去复习，而且这本册会当加做你的传家之宝。因为迄是咧讲起你生命中间上帝安怎将恩典授予互你，毋单单你家己会当复习，你会当将这个信仰经验去传承、去分享。你会当常常伫小组中间、伫团契内底、甲人交陪中间、伫你家庭的聚会中间，去分享你所经验上帝的恩典，将这种经验传互咱的朋友、传互咱的囝儿、传互咱的孙儿。这对你的家族、对你所接触的团体来讲，这是真重要的。因为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晓得上帝安怎带咱经过迄个过去迄款死荫的山谷，咱就得到快乐，咱就得到信心。所以这是第二个意念，咱来根据过去的经验，伫上帝无恶得正的事。第三项，第三个提醒，就是咱看见着。咱伫进入勇敢的行动进程，这段经文给咱一个提醒，就是咱的勇气袂当伤过头冲动，咱的勇气爱配合上帝予咱智慧。一般人讲有勇无谋，表示这毋是真正的勇敢，是冲动尔。咱看见这段经文中间，当扫罗王听见着大卫要去拍这个歌利亚，伊就替大卫做一个判断。伊感觉讲，大卫咧拍对敌的进程，你着爱保护家己嘛，保护家己就需要穿全副的军装，所以扫罗王就将伊的军装摕互大卫穿。咱来理解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对大卫来讲，这嘛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因为国王将伊的战袍赏赐予伊，这毋是干那互家己得到保护尔，是得到王的肯定甲背书啊。但是咱来理解扫罗若毋是普通人咱若看撒母耳记11章23节，扫罗当出现的时阵圣经记载讲伊徛伫众百姓中间比别人安那悬一粒头对无？所以伊的体格真好，甲大卫比起来，跟大卫是一个囡仔尔。这种比人悬一粒头的扫罗，伊的战甲穿起来，咱想象会当讲穿伊的战甲可能会真威风。但是咱知影对大卫敢会适合？袂适合嘛。咱看见着大卫将这战甲穿起来了，佮将伊的刀放伫伊的这边啊，佮发觉讲连行一步路嘛行袂去啊。安尼是命爱去征战，所以伊决定。伊互上帝，互伊智慧，伊去思考。伊讲我决定将这战甲脱落来，我要用我家己的方法，所以伊用伊的智慧去思考。伊决定用伊习惯用的武器，就是伊咧过洋的时阵，又摕种迄石头的即个锁啊，伊扎伫然后去溪边摕5粒石头，咱理解因为咱想象啦。像歌利亚遮尔宽大的人大卫遐尔细，要甲伊肉搏战要甲伊相战这是绝对输的。但是若远就当互伊致命一击安尼的确会当赢。所以大卫互伊上帝互伊有智慧，伊用即款的方式去解决伊面对的即个困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知，人讲匹夫之勇不是真勇冲动的勇敢毋是真正的勇敢。爱配合上帝予咱的智慧甲恩赐，咱得当征战，好的征战。第四个提醒就是，咱来理解，无论咱要做什么款的征战，咱来看咱勇气的来源。大卫之所以充满勇气，是因为伊有一个靠山，真好，真强。这靠山就是上帝。在这段经文中间咱看见到圣经的作者真特别安排讲。
大必无要穿扫罗王的衫，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圣经的作者要表达的就是，大必战胜歌利亚，毋是靠扫罗王的保护，是全靠上帝的气力。所以大必伊注目伫上帝，伊倚靠上帝。咱看见着，伊要去征战的时阵吼，迄对敌是偌恐怖。歌利亚看到大必，马上就对伊呛声讲：吼，伊指着家己的性命救助大必，讲来啊，我要将你的尸体，等候飞鸟甲野兽食。吼，一般人听到这个皮皮喘，但是大必倚靠上帝有气力，吼，伊也来回过去，吼。伊来讲，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甲枪，但是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所以今仔日耶和华的确将你交伫我的手中。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挑战来的时阵，如果你目睭内只有对敌，你心肝你就皮皮喘，你就将迄对敌放大嘛。咱嘛爱了解，咱一直看对敌无路用啊，咱一直注意外歹。伊偌恐怖，对咱有偌大的威胁，反倒互咱的心会累积去，对咱一点仔帮助嘛无。咱将咱的眼光调整，去自信去看，听咱的天父，咱就知影咱气力的来源是倚靠上帝，咱就充满对上帝来勇气。最后一项，咱嘛爱理解，勇敢其实是爱有目的的。有的人为着家己拍拼，那这当然真好；有的人为着咱厝内底、为咱的家庭拍拼，这嘛真好。有人为着正人拍拼，安尼搁较愈啊好。但是咱如果会当勇敢为着上帝来拍拼，安尼实在是上好。咱看见着大必之所以要甲歌利亚征战，伊上介重要是伊无法度忍受家己所敬拜的上帝被对敌侮辱。所以，伊决定要去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所以，伊充满勇气的目的，是为着主来征战。亲爱的姊妹，咱伫世间有真侪无共款的征战。我确信，咱拢会当靠着主的气力去超越过这困难。但是，如果咱会当领受上帝予咱的使命，咱毋是干那为家己征战，毋是家己干那为着咱亲人征战，咱会当为着上帝国的事工来征战的时阵。咱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无共款的。如果咱来当为主勇敢来突破家己，过去咱毋敢对人传福音的，咱勇敢突破家己，去甲人分享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恩典。咱如果过去讲啊，我歹势出来服侍，咱勇敢突破家己的限制，接受上帝的使命，互咱会当来做真水的服侍。如果若上帝应允，的确会当带来真水的效果。无所期待咱双年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咱如果拢有这款的心智，咱教会就完全无共款。咱会当变成做一个真有影响力的教会，会当带予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百姓真大的祝福。恳求主帮助咱，互咱有勇敢的心，毋敢若突破家己人生的困境，也会当突破宣教的困境，真正真做万面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阮坚定勇敢的心，我靠上帝气力来征战水的征战。恳求主伫阮人生的困境中间保守看顾阮，互阮真正伫这个过程中间去体验主的恩典。主啊，阮是何等渴慕！阮的教会也是一个勇敢来为你做见证的教会，互阮真正伫这个城市、伫这个国家做光做盐来荣光你的名。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回应的诗，伫圣诗217首，圣诗217首，受袂迄暝救主耶稣。咱三角起立来吟，吟诗煞咱要准备心强修圣餐。
济。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人属于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或者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齐道，享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来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既然劳苦担重担，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安尼讲，要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伫新约圣经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啉即个杯，食即个饼，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现在照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伊永远的祭祀。主啊，阮谦卑恳求你，找起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阮的信心有份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主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通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当咱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默祷，感谢主，因为伊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安尼来纪念伊，三合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伊的血所设立的。咱纪念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是主的血所设立的。所以，当咱摕着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请安尼来效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道，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也透过甲你同坐道，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子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也欢喜接纳阮，也用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用勇敢的行动来见证你的恩典。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未奉献的代钟，我代表双年教会要欢迎头一摆来去参加阮斗阵敬拜的来宾。如果恁伫外口若无未填迄个来宾的留名卡，请恁伫恁的座位进前有来宾的留名卡，请恁来填写，确定直接交予收奉献的职事就会使。互阮来甲恁欢迎甲介绍。即时咱三甲来奉献。
谢。亲爱的爸爸上帝，阮知阮的一生拢是伫你的保守的中间，甲祝福之下，阮才会当得到平安顺遂。阮的健康、事业、财情甲金银，拢是你的赏赐。即时，阮奉献淡薄的金银，望会当成做教会的路用。愿你感纳，愿安尼祈祷、恳求、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性别公益纪念的主日，会当互咱性别甲地位有实质的平等，消除一切性别的歧视，建立互相来信仰和谐合作的关系，共同来营造一个性别平等的友善的环境。咱第二项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蔡锡官姊妹，伊的老爸蔡聪莹牧师讲，伫10月26安息主怀，必定伫11月10日，就是本周六的上午10点，伫台中日行教会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甲代祷，愿上帝来安慰慰祝。咱接续有一寡好消息，就是咱就午间的音乐会要开始，伫个11月初八，对，就是本礼拜拜四，伫中昼12点半到1点30分的时间，伫10楼的礼拜堂有大师级的管风琴的演奏甲竖琴，咱请陈运芬总监甲陈新义老师要来演奏，请咱兄弟会当来欣赏。第四件的代志就是有流行感冒迄个预防射注射然后无方便的会当来伫教会来登记因为有当时咱住的所在离卫生所有较远，咱伫共款伫11月初八，本周的拜四，下昼的2点到4点，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呼吁有派到医生来伫咱8楼来帮咱拍即个感冒预防射，欢迎若年满50岁的市民会当来9楼来先登记。到时阵，恁就带健保卡甲身份证来做预防射。咱阁有一个敬老的旅游，咱的长者咱就注意即件代志。伫个11月27到28，就是拜2甲拜3伫个月底的时阵，敬老的旅游要去清境农场、日月潭、九族文化村。若是咱本会会友年满65岁的在职会友会有优待咱伫9楼办公室甲谢莹莹干事来登记。咱嘛有一个真欢喜的消息，就是咱的资传委员会同工，伊也真拍拼、真心咧服侍。因昨拄仔结婚，咱一对新人，就是陈嘉琪甲邱玲仪，因全家也要甲咱大家谢谢。毋知坐伫对，因坐伫遮是，是。
以上有一寡报告，啊，佫有一寡基督会的消息，当然，伫个后一面显个后一面，青少年牧区的事工，咱知咱本会裴牧师伊尽心尽力伫青少年的事工，有真好的活动，咱实在会当放心来将咱的囝儿女还是孙来交互因来参加即个青少年的一寡活动。伫个第6面，咱有特别市长关怀基金会的消息，就是伫个11月初10，就是本周的6，因要伫10楼的礼拜堂，下昼2点半到4点半，有一个感恩的迄个音乐会，请咱兄弟会当致意来参加。其他佫有一寡团契的消息，甲祈祷的事项，请咱大家致意来看。特别是咱有身体欠安的兄弟，有32位的名单，伫个咱周报第7页中，希望咱时常来为恁来代祷。以上报告，咱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阵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才有对加拿大回来段以晴夫妇甲因的后生，伫遮欢迎欢迎欢迎。佫有对台南来林庆雄、李小美，甲伟哲因这是倒位这后壁遮因是富强教会欢迎。佫有廖莫喜老师伫咱的中间，廖莫喜老师，毋知坐伫倒位，还是伫外面来看好，欢迎遮个，毋知敢有其他的兄弟姊妹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到的，咱特别欢迎遮个来宾牧师甲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咱拄则有看到第6页遮有这个市长关怀基金会因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咱教会协助市长关怀基金会设立已经有20天的时间所以咱伫过来这个拜6下晡2点半开始咱有一个感恩的音乐会咱会有真好的这个纪念感恩的活动。特别咱伫这个这个20周年的时阵有出版一本册，叫做《闪闪发光的黑暗世界》就是这内底有收集15篇的这个蒙朋友因的生命故事，每一篇拢真感动人。咱有特别邀请一寡出名的人一寡社会人士，包含咱所认捌的郑弘仪、郎祖云这人来替咱录音，有出这一本册是咧丢乐甲牧师拢有录迄个序啦希望讲透过这本册的出版互大家唤起大家更较侪人来关心咱这个蒙朋友的需要。所以咱特别欢迎大家伫即个拜6下晡2点半做伙来参与即个真有意义的即个音乐会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件事，也为这件代志来祈祷。这是咱们起入来吟上营吟诗煞要请蔡牧师来祝祷，咱三个起入来吟。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
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感恩，享受切恳。